唔知大家去日本嘅時候有冇試過瞓呢個膠囊酒店啦？咁啊，膠囊酒店咧就係有一個房仔啦，個房仔細到不堪嘅，基本上你個人瞓咗入去之後咧，連坐低坐直嘅機會都冇嘅。你想喺入邊咧做一個大字型嘅動作，基本上都冇可能。唔知你哋有冇試過喺入邊有啲唔舒適嘅感覺呢？又或者咧喺香港呢個地少人多又細嘅地方入邊呢，我哋成日搭嘅 lift 咧都係特別細嘅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啲舊樓啦，嗰啲 lift 咧特別細，嗰啲 lift 即係行得2-3個人嗰啲呢。入咗去之後咧，搭一陣咧就好想出嚟啦，隻手開始冒汗啦。如果仲有人行入嚟咧，更加有啲好不安嘅感覺啦，開始有啲唞唔到氣嘅感覺啦。呢啲全部咧都係一啲叫做幽閉恐懼症同埋一啲密室恐懼症嘅症狀啊。如果持續地發生呢啲情況咧，一定要揾醫生 check 一 check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拜拜。